再来看咱国伫2023年甲洪都拉斯断交，也毋过哦，新任的总统阿斯夫拉正式是表示讲要甲台湾开放外交。最近因的副总统梅西亚是表示讲会来开放两国正式外交关系，也毋过会先来了解今任的总统哦甲中国签的协议。咱国外交部是强调讲会以平等互惠原则继续来推动两国的关系。有学者是指出讲，美国的态度是真重要，有机会带动拉丁美洲其他国家甲咱台湾的互动。洪都拉斯新任总统阿斯夫拉1月底正式就职，因为竞选时要发出要甲台湾开放外交关系受到注意。今麦韩国新任副总统梅西亚表态开放台韩外交关系，也是一步一步推动的过程。技术团队当咧审视顶一任政府甲中国签署的16项协议，希望协助总统阿斯夫拉做出最后决定。将秉持一贯开放、务实与不预设前提的态度，在总和外交及荣邦计划的政策指导下，基于平等互惠原则，持续推动双方关系的发展。学者严金生认为，美国川普政府今次会照着关税、非法移民等议题来施压韩国，甚至其他的拉丁美洲国家，甲台湾建立开放外交关系，会是关键。除了韩国，也会当观察同款已经甲台湾断交的萨尔瓦多未来动向。其实，未少国家经到中国压力，有望继续拓展甲台湾的关系。Taiwan has been a steadfast partner of Palau for decades, and one of the MOUs that we'll be signing today further extends that relationship. 表示总统会述前，去年5日空来台进行国事访问，展现双方邦谊，而且几摆伫国际上展现友台立场。也毋过，即麦美国国务院点名北朝参议长包豪康收乌西钱，替中国政府企业甲犯罪集团宣传，对美国伫北朝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。美国就包豪康第一制裁名单，被当入境美国。商人在这些国家合法经营，然后呢，发生了一些冲突矛盾的时候，北京会要求说：“我们需要跟你讨论这些，那就是趁这个机会来建交。”我觉得是有可能。学者认为，像有北流马绍尔群岛等台湾友邦，位伫第2岛链重要的战略位置，已经成做最近几年美中竞争友外焦点。爱说离中国先透过民间弹出善意，佮慢慢重建友邦甲台湾的关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